買咗個吉他調音器，後面有個夾，可以夾喺吉他上面。然後我哋就撳掣校到 C 調，現在就見到個 C 字係 C 調。C 調音第六線最粗線就係 E， 第六線最粗嘅線。見到綠色咁就可以啦。第五線就係 A， 第四線就係 D， 第三線就係 G， 第二線就係 B。